后来继续来看，即摆有袂少人的三顿拢伫咧便利超商来解决。食药署针对着冷冻甲冷藏的调理食品来大稽查，抽验290件，掠出着12件违规。统一超商、顶豪、全联拢包括在内，以大肠杆菌超标上介多。按照这个全家咧，是便当的营养标示甲实际无符合去互罚款。若全联、顶豪甲台中的领豪超市各有一款的产品复验了后，大肠杆菌也是超过标准，拢罚款3万块。其他产品复验合格，所以免罚。唔知咱乡亲敢会爱食超商物件？食药署展开全台湾冷冻冷藏食品的大抽查，抽验290件，有12件无合格，以大肠杆菌超过标准的上济。全联超市有3件无合格，这个伊塔利面抽验是生菌素超过标准，糯米拼盘抽验是大肠杆菌超过标准，因为是3倍高头菇复验生菌素加大菌杆菌拢超过标准。顶后超市无合格有这个手工的韭菜水饺复验无过关，大肠杆菌同款超过标准。统一超商高雄空厨做意大利面、有机食品李仁，这款米的美国挂包生意店圣德科斯，台中联合超市的上宝鸡大肠杆菌拢超过标准，复验嘛无过关，3件复验若无过关的，拢被罚3万块，今仔合格拢免罚钱。是讲这个冷冻冷藏食品拢封好，是安怎会阁出问题？因为我们确定它是在源头，所以我们就会锁定在这个制造端的这个部分，那也就是制造商他可能在它的原料、进货、这个品管的部分，那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遭到污染。食药署认为讲，应该是源头的制造厂商卫生出问题，物件运到门市，才有这个机会互消费者食落腹肚底。